韩国天团 BigBang 太阳和大生目前正在当兵中，而他们还和演员周元、高更韶一起组成限定军人5人组，其中还有一位饶舌歌手日前退伍，开和粉丝分享近况，还爆料太阳很爱聊天，反而大生很早睡，两人作息非常不同。韩星 BinZino， 太阳很爱跟你对话的类型，所以就会一直的聊天。大生是一到晚上10点就会很困的孩子。韩国饶舌歌手 BinZino 开和歌迷分享，和他一起当兵的 BigBang 成员太阳和大生在军中的作息。原来太阳很爱聊天，反而大生作息规律，还常常被太阳拉着聊天到3更半夜。韩星 BinZino 有一次真的聊到很晚，太阳问说：“大生，你睡了吗？”大生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太阳说：“大生，我们聊聊吧。”大生说：“好啊，来聊啊。”大生他好像是10点睡觉，早上6点起床那种，半夜还会爬起来凝视前方。BinZino 在中还不时模仿大生想睡觉的声音。其实 BinZino 和太阳、大生曾经为了陆军庆典一起表演，因此关系良好。不过他率先在2月退伍，太阳和大生则要等到6月才能离开军营。而这段期间，韩国音乐节目有了新制度，想一睹偶像录制音乐节目唱跳的风采，进场前可要先通过身高测量。因为最近有网友发现进棚录影前竟然有个架子用来量身高。矮于165公分就能被安排靠近舞台的摇滚区，如果过高就要坐在后方的座位区，以免挡住摄影镜头，让不少娇小的歌迷大喊：“矮子终于有福了，不会被挡到了。”